蔡伯祿老師，我校物理科及綜合與創新科資深教師，憑借豐碩嘅教學成果與教育熱誠，蔡老師榮獲2024-2025學年度非高等教育卓越表現教師殊榮。蔡老師積極推動創新教學，以項目式學習 PBL 打破傳統課堂嘅邊界，更牽頭構建初一至高二綜合與創新課程體系，內容涵蓋人工智能基礎程式設計、物聯網應用、智能識別、綜合實踐、競技創新及北斗衛星系統等前沿科技，一階一梯，層層遞進，逐步深化學生嘅科技素養，點燃學生們自主探索與創造嘅熱情。作為機器人潛能班導師，蔡伯祿老師秉持以菜促學、以道育人嘅理念，用心發掘每位學生嘅多元潛能，帶領學生們一次次超越自我，屢攀高峰。2025年，蔡老師帶領學生勇奪澳門學界青少年綜合機器人科普活動選拔大賽 WER 賽項綜合組冠軍、亞軍。喺世界教育機器人大賽 WER 積木教育機器人發明賽中，更一舉包攬綜合組冠軍與亞軍。喺澳門多項 AI 機器人及創新發明比賽中捷報頻傳，榮光閃耀。15載春風化雨，始終扎根教學第一線，以專業嘅學養與不滅嘅熱忱，詮釋新時代教師嘅風采與使命。